各位家長，大家好，歡迎家長繼續收睇啟思同行系列。今集我哋嘅主題係讓你嘅孩子用童年治癒一生。上一集我哋講到，孩子不是你的成績單，父母係小朋友嘅起跑線，父母做好自己，小朋友嘅心理資源先能夠越嚟越多。為小朋友發展助力，先係佢哋成長過程中最重要嘅資源。當父母成為小朋友嘅起跑線，佢哋就可以勇敢咁跑出，活出自己嘅精彩人生。今集我哋會講，讓你嘅孩子用童年治癒一生。童年係人生嘅起點，係情感、性格、價值觀形成嘅關鍵時期。對小朋友嚟講，童年唔單止係成長嘅過程，亦都係佢哋認識自我同世界嘅重要階段。當小朋友喺幸福、健康嘅環境中成長嘅時候，佢哋嘅心靈就能夠得到滋潤，而呢種滋潤係會陪伴住佢哋一生，成為將來面對挑戰嘅力量。童年嘅安全感係治癒一生嘅基石。家長提供穩定嘅日常生活，例如固定嘅作息時間、穩定而有規律嘅家庭生活，讓小朋友喺愛同關懷中成長。佢哋會逐漸發展出穩定嘅依附關係。父母嘅支持同理解可以幫助小朋友建立自信，喺遇到挫折嘅時候能夠好快咁恢復過嚟。所以，當小朋友想同你分享嘅時候，父母能夠提供情感支持，願意放低手上嘅工作、手上嘅電話，細心傾聽小朋友嘅諗法同感受，給予適切嘅回應。父母俾到滿滿嘅情緒價值，都能夠讓到小朋友知道佢哋嘅情緒係被理解同接受。喺傾聽嘅過程中，父母亦都可以教導小朋友識別同表達自己嘅情感，並且提供有效嘅應對策略，從中學習情緒管理。相反，當小朋友想同父母分享嘅時候，而父母嘅態度係被動或者過於激動，都會有機會讓到小朋友充滿焦慮同不安，而呢啲負面嘅經歷可能會喺無形之中影響佢哋嘅情感健康，導致成年後嘅心理問題。父母嘅身教不容忽視，小朋友好容易會模仿父母嘅行為同價值觀。如果父母能夠展現出健康嘅情感管理，妥善咁處理壓力同負面情緒，以穩定嘅情緒解決問題，都能夠為小朋友樹立一個良好嘅榜樣。情緒穩定嘅父母更加有效咁同小朋友溝通同互動，小朋友亦都會喺潛移默化中學習到呢啲技能，亦會學習到如何面對生活中嘅挑戰，增強情緒調節嘅能力，從中學識點樣建立友誼、解決衝突，咁樣都有助培養小朋友嘅社交技能，而呢種嘅技能喺未來嘅人際關係中係更加從容咁應對挑戰。童年係探索自我嘅重要時期，而情緒穩定嘅家庭環境有助小朋友專注喺學習同探索入邊。當小朋友唔需要再擔心父母情緒波動嘅時候，佢哋能夠更安心咁投入喺學習同創造入邊，發展自己嘅興趣同才能。小朋友可以透過遊戲、探索、學習去理解呢個世界。喺過程入邊需要自由咁去發展自己嘅興趣同才能，所以作為父母可以鼓勵小朋友表達自己，不論係透過音樂、藝術定係運動，都能夠讓佢哋找到自己嘅聲音，發展自己嘅專長，增強自我認同感。所以愉快學習對小朋友嘅成長係非常之重要，而呢種自我嘅認同感唔單止喺童年時期可以獲得快樂，仲會喺成年後幫助佢哋保持內心嘅平靜同自信。大家有冇聽過幸運嘅人用童年治癒一生，不幸嘅人用一生治癒童年？童年係一生嘅起點，但係對於某啲人嚟講係痛苦嘅來源。
一個不幸嘅童年能夠帶嚟無盡嘅創傷。佢哋嘅一生既係要同過去對抗，亦都係尋找自我救贖嘅旅程。喺不幸中成長嘅人，往往背負住沉重嘅心理包袱。佢哋細個嗰陣可能被忽視、被壓抑，童年嘅陰影就好似一道無形嘅枷鎖，限制住佢哋嘅夢想同埋佢哋嘅幸福。有啲人一生都喺痛苦中沉淪，喺人生嘅每一個階段入邊，都喺度好努力咁治癒嗰啲埋藏喺心底入邊嘅傷痕，或者可以透過愛情、友情或者創作嚟彌補內心嘅嗰個缺口。不幸嘅童年教識佢哋點樣忍受痛苦，點樣同痛苦共存，並且喺痛苦中學會成長，用佢哋人生嘅每一步，逐漸為自己嘅靈魂揾到一片寧靜嘅港灣。所以作為父母，讓小朋友喺健康、快樂、充滿支持嘅環境中成長，係我哋最重要嘅責任之一。或者你都係被打罵中長大嘅，但係你希望你嘅小朋友可以喺更好嘅環境中成長嘛？養育孩子嘅挑戰比以往任何一個時期都要複雜。有幾多個父母係要用一生治癒童年？一代又一代，時代嘅創傷就係你呢代結束啦。成為一個自我覺醒嘅父母，等我哋共同努力，俾小朋友一個美好嘅開始，為佢哋創造一個充滿愛同支持嘅環境，鼓勵佢哋勇敢地探索自我，用童年治癒一生。講到呢度，不如家長分享下，你係用童年治癒一生，定係用一生治癒童年？你希望你嘅孩子有一個點樣嘅童年啊？同我哋分享下，下集見，拜拜。